在地服务20档的华山基金会安南一站，已经陪伴400位长辈度过生命中孤单无外靠的日子。为了感谢长期支持的善心人士甲志工，伫每会里活动中心特别举办20周年感恩大会。了咱安南区咱遮的弱势，尤其是咱遮的长辈时代，来感谢恁啊20档来斗3工。现在这个物价啦，这个越来越高，那其实各界的捐赠对我们来讲还是有困难的需要更多人来给我们的基金会更多的帮助我们希望可以大力宣传，来帮助这么有爱心的企业单位，未来在我们地方可以更加的茁壮。大会当中有一间长期照顾机构的部长，嘛赠送日本式的福袋，祈求长辈能当平安健康。这次我们特别带来日本のお守り知識的大優勝，祈願所有的长辈、義工和工作伙伴们都能平安健康。活动的重头戏是陪伴现场的长辈亲手制作凉球糖，邀请美食技艺师傅现场指导。真侪长辈拢捌食过，但毋捌做过，感觉真趣味。真欢喜哦，感觉真好哦，加有一项啊，家己做安尼食起来较感情较无同款，很好玩也很开心。第一次做吗？对，我不曾做这个。我们邀请传统美食技艺的师傅施清堂老师现场制作龙须糖的怀旧甜点。站长嘛分享这几天来感动的服务故事，希望借着活动感谢长期支持华山的善心人士，同时嘛期待结合在地力量，继续陪伴孤单老人。台湾新闻军旗采访报道。